这个做鸟解决使就用在了下里，今这个大部朋友问我，伊那这个做鸟解决使就用在下里，伊那解决佢阿老婆攞幫用攞晒包你嘅包你弄嘅，伊阿老婆可能扣白來波，伊那想了懶惰死。我咧在段時間有問過我這個做鳥小陳問過呐，你解決就用攞晒，伊那按解決佢3-4幫用攞晒，但是在佢了解伊冇講伊按，伊解決伊掛幫用正使多使唔了，但是最解決點就是伊按伊嘅講唔了。伊樣整咩正想無咩能來伊，甚至解決人呢，甲伊交嘅作業也無整落擺，甚至人呢整落也無通伊，也非常正想。遐生命也有好着做鳥啦，因為家庭無咩收入，人也無咩貪污，解決無咩影響曬。遐唔係往那家己人無能，幫人人對家己老婆就好，伊家己過得就慘嘅好。更多一點就是同伊家己家庭嘅收入夠了去。因為如果確實喺普通家庭嘅情況下，那解決有能佢國公把門對，攏囝顧好，一大歲平安那就爽了嘛。遐更多為什麼現在出軌率嘅少關，更多就已婚嘅做鳥嘅出軌，也更多就是大部客嘅物件唔夠滿足。或者做鳥攏認為呐，甲風車我找一個依靠，找一個尾後做尾山後塊後尾山嘅，遐無非就是大部人就去使拉，使唔拉，只做鳥其實大部好做呢。我體諒嘅做鳥伊就認為呐，該家庭遐個貪污就使嘅內容，貪污就欠欠呢。遐是真樣做鳥是世界非常多嘅，但是這個袂想啊，就是愛攀比，睇到生命人做鳥小慘啦，我人買名牌包包，伊樣有家己掠車，伊樣家己咩好，遐同家己對比着家己，遐內心非常憤怒。更多嘅就是愛找有錢嘅大部，愛出軌，愛離婚，這離做非常假。遐個就形式生活當生命就在做鳥是從某變後非常強大，從強變後離家線退嘅做鳥也是非常假。我認為家庭就是偌歲久吼，貪污就使家，貪污就使儉，該非常有道理嘅。這個做鳥如果呐追求物就無追求像正生啊，無追求家庭嘅情況嘅，這樣嘅做鳥也該一個後做鳥。即個我認為家庭嘅觀念就是免人老老，齊心協力，老有就做來賺錢，無就一人離家，一人賺錢也非常好。但是生命好嘅人攏咁呐，因為老老關係攀比，甚至好嘅做鳥是因為呐，只要人應使唔拉，就一個心情無遐正，樣同樣過心酸，但唔知你應該生活幾後再生。請問大家，我老解決就客話，就用好勢，有合理。